啦，先同阿前各位 Wilson 傾下偈先啦。夜蒲系列有3集啦，今次咧呢一個就係即係團團轉系列，有冇一啲勁爆嘅元素可以同大家分享下，即係賣下關子咁樣咧？今次同以往嘅夜蒲係唔同咧，就係佢嘅喜劇元素多啲啦。咁即係會玩得癲啲啦，同埋係一個晚上嘅故事嚟嘅咁樣。台灣夜店咧幾有名啊嘛，所以我哋諗住呢個題材應該都好多人中意咯，所以咪投資呢部電影咯。唔係喎，即係點啊？從來都冇睇過樣，咁點靚唔靚？我咯就係因為台灣妹啦，台灣辣妹係啦，台灣嘅辣妹啦。今次我知道有一個刺激嘅場面咧，就係你要係咁俾人刮，係咁俾人刮，好多巴俾人打咗嘅喎。嗰場戲咧就要多謝 Wilson， 因為正就喺我生日嗰日拍嘅，係啦，咁啊都係一個生日禮物啦，生日禮物都幾深刻㗎，因為首先台北夜蒲呢個題材，自己都好中意。大家真係一定要睇下我哋套戲，睇下我用咩招數嚟到對付啲台灣辣妹，佢哋真係幾辣嘅。不過我哋香港嘅女仔都唔弱嘅，我仲帶咗一班香港嘅女仔去嗰度對付一下台灣嘅，係啦，同佢哋 PK。OK， 你嘅角色係咪同關楚耀係有啲關係咁樣？係啊，我係阿關嘅愛人嚟㗎，佢好愛我㗎喺裏面。快啲講有幾愛我？回應一下，好愛喺套戲裏面。陸勇比較緊張一點，因為畢竟他是2個小孩的爸爸嘛。那如果今天我是2個小孩的媽媽，我也會像他一樣緊張。我們在拍完比較激情戲碼的時候，他全身在發抖，對，他很緊張的。就不停咁加俾我，知道我驚啊，即係唔好啦，我呢啲我結咗婚唔好搞咁多，咁越加越多。即係對我好啊，唔知係咪？咁就最後就好激情。咁但係你知啦，呢一部係一部激情嘅喜劇啊嘛。咁導演個手法真係高啊。咁如果你話仲有冇得繼續，我覺得可能係可以諗下恐怖嘅夜蒲啊，悲情嘅夜蒲啊咁咯。成件事非常之好玩啊！首先呢部係一部瘋狂電影啦，瘋狂嘅喜劇，咁所以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總之一埋位啊，未埋位都好咧，大家都已經係好開心。雞排妹就係佢即係好專業咁啊！佢又知我驚喎，佢知我驚咁佢就快快脆脆，好順暢咁配合，所以其實好順嘅1-2個 take 就拍晒嗰啲咁嘅叫做激情啊、大膽戲嘅。因為我們台北夜蒲團團戰都是在晚上拍，我另外一部電影是白天拍，我就這樣晚上拍完，白天拍，再拍晚上。那也非常感謝所有電影的工作人員，我們的導演、我們的編輯非常的體諒我，也很感謝所有工作人員能完成這部喜劇，然後愛情，然後帶給歡樂的電影《台北夜蒲團團轉》啦，謝謝大家。3月19號咧，我哋就會正式上畫噶啦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喺度咧預祝我哋上畫成功，票房大賣！我哋1、2、3 Cheers，1、2、3 Cheers！